学哑语，一站而作言，一刹那恩面列平不动，近这年难面也平也难。一战就是今战，这翻译成了征战，征战就是现在。一战熬住耶，一刹那恩就是以色列面列平人的心不动，我就写这个象征词不动。不动的意思就是这个中间，在以色列人的心里中间间挑选12位，给这里那面也平也难一位，一心一位。一战就是现在，翻译成了征战，就是这个今在一战。注意，一刹那恩面的平，犹太人的心里面就是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不动，心里面就是中间，不动就是中间。这个不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不动我问过了，这个不动呢，就是那个风箱。以前烧火，它是做一个风箱的，说是，就是风箱，它是指这个不动是指风箱的意思。见就是见就是挑选，这是个方言词。方言词把那个，比如说有一堆白菜，把那个好的把它拣出来，拣就是选，怎么把好的选出来。见这里那面选12位人，也平也难，一心一位。这个拣是个方言词。一战而作言，一刹那恩面也平不动，近这里难面也平也难，一心一位。其实这个东西根本就没学，他们也学不会。一个什么广西大学的大学生说，他学了7、8年是没学会的，他想找某某老师要什么东西，但是呢，别人是绝对不会给的。他这个哑语是保密的，他是绝对保密的，他一本书一张纸都不会给你的，他是绝对保密的。他也学不会，大学生学不会，你想他们会吗？他这个拼音他也学不会，你让他写成汉字，他不可能，他不会发现，他根本就不可能。